做大人係咪一定要完美？最近見咗幾個客，專業人士有車有樓有小朋友，外人眼中佢哋係標準人生勝利組。但傾落發現大家都有一個共通點，就係好攰。返工要應付老細，追 KPI，放工要跟小朋友功課，安排各種興趣班，仲要擔心層樓嘅按揭，未來退休生活。我哋好似每日都喺一個好快嘅跑步機上面，唔敢停低，唔容許自己行差踏錯。點解我哋會咁攰？因為我哋一直用緊世界嘅標準去要求自己。我哋要求自己做情緒穩定嘅好員工，無微不至嘅完美父母，甚至要求自己投資組合要跑贏大市。我哋唔容許自己失敗、發脾氣，甚至連唔開心都覺得係一種罪過。但你有幾耐冇好好攬下自己，同自己講聲辛苦晒？我哋成日教小朋友要誠實面對自己，但做大人嘅我哋反而最鍾意抑壓自己。其實容許自己有情緒，有咩問題呢？覺得攰，覺得氣餒，甚至有時想逃避一下，都係人之常情。做理財顧問咁多年，幫無數家庭計過數，但我發現人生係計唔盡嘅。真正嘅愛自己唔係買個名牌袋或者食餐好，而係接納自己嘅缺點，容許自己做一個唔完美嘅大人。今日煮唔切飯，叫外賣咯。今日真係好攰，同小朋友講，爸爸媽媽今日電量得返10%，我哋一齊攤喺梳化睇套卡通片，好冇？當你放過自己，容許自己有脆弱嘅一面，你反而會變得更有力量，因為你唔需要再將精力浪費喺維持完美上面。有啲父母會擔心，如果我表現得唔夠好，會唔會做唔到好榜樣？絕對唔會。其實小朋友係全世界最聰明嘅觀察家，佢哋唔係聽你講咩，而係睇你做咩。如果你每日都將自己逼到臨界點，充滿焦慮同壓力，小朋友係感受得到同。相反，如果你懂得照顧自己情緒，懂得喺跌低嗰陣原諒自己，然後重新出發，呢個就係你俾小朋友最好嘅身教。我哋點樣對待自己，小朋友將來就會點樣對待佢哋自己。你希望你嘅小朋友長大之後係一個識得愛自己、識得喺壓力中唞氣嘅人，定係一個被世界標準逼到唞唔到氣嘅人？我哋家庭做資產配置，一定會留一筆緊急備用金，用嚟應付突發狀況。同樣地，你嘅心靈都需要一個情緒備用金，留啲空間俾自己，容許自己出錯，照顧好自己，你先真正有力量去照顧你愛嘅人。